跟之前说的不一样啊。你好好听着吧。同学们，在上这堂课之前呢，我想给大家讲讲别的。如何快乐的学习？可能很多同学觉得学习是件很枯燥的事情，但是在有些同学看来呢，学习其实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。而这些觉得学习是快乐的同学呢，已经养成了良好的学习习惯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呢就讲到这里。在结束之前，我想和在座的每一位同学、每一位老师分享一下我这段时间的感受。虽然我的工作时间很短，但是我很庆幸，我在这段时间里遇到了一群很可爱的学生。我更加庆幸的是，我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悟到了这个道理：其实全天下的学生都是可爱的。在我来教书之前，我认为学校呢就是老师在教，学生在听。其实并不是这样的。在这个过程里，我从他们的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，他们的天真，他们的善良，还有他们的勇敢，每一天都在改变着我。其实成长呢，不单单是你的个子变高，或者是你的身体变健硕，年龄增长。其实在我看来，它更是心智和想法的成长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他们才是我的老师，而我呢，也在跟他们一起成长。谢谢你，谢谢大家。哟，钟先生，调教的不错呀，还行吧。阴盛阳衰啊，小白哥变成姑娘了。哎，你这话说的，这本来就是纯爷们儿。哎，你还愣着干嘛呀？把酒拿出来呀，磨到死里。为什么呀？我有那么好追吗？追上我再说。愣着干嘛呀？追啊！